这么性感呀！康公子，你看这衣服好看吗？嗯，好看。真的？太好了，那晚上咱们给小舅准备个氧气罩，然后呢，你就穿这身衣服盛装出行。当当当！哎呀，走吧，我们去化妆吧。哎，你们去玩吧，我就不去了。你怎么了？怎么闷闷不乐的？哎呀，我们都不希望这是你跟小舅最后一次的晚餐，所以为了你跟小舅的幸福，我们要拼命的努力。你呀，什么时候偷偷喜欢小舅的啊？都不告诉我，你有病啊！哎呀，不管怎么骂我们呢，为了你这个男人婆的幸福，我们就算豁出去了。来啦来啦！哎呀，美宝啊，你是不是应该说点什么？说什么呀？哦，那个我男朋友没发话呢，我不敢开口。英东，你是不是该有什么表示啊？我都很期待你漂亮的打扮。哎，康公子啊，我不想你遗憾终生啊！你偷拍我小舅的照片的铁证我都已经拍下来了。为了让我们永远脱不了关系，我们决定力推你当我们酒伴。谭定义，你是不是该帮我说两句话呀？你单恋小舅也不吱一声，太不够意思了。怪不得那天在小柔家，非得弄个明白。哇，康公子，我说你们是不是想太多了？我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哎，薇薇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还有点事儿，先走。哎，你哥刚刚跟我说你今天要下厨，然后为我道别，不是吗？他今天不会给你下厨了。我们今天这个 party 呢，就是为了要撮合你们两个。没有没有，小舅，其实呢是我们大家都很舍不得你。你会不会为了我们大家而留下来啊？什么呀？小舅为我们留下来干嘛呀？康公子，表白一下呀，爱与不爱都要有个结果吧。小舅走了，这缘分可就错过了啊。就是，各位观众，您现在看到的这对男女，在这宴会之后呢，就会变成情侣。康公子，你再也不用偷拍我小舅了，可以名正言顺的拍他。哎呀，别拍了，什么偷拍啊？我们是师徒啊，他是我徒弟。乱讲。是，我是偷拍，我偷拍小舅跑步，偷拍小舅打篮球，拍你上班下班，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我全都拍下来了。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做什么吗？我最想做的就是拍到你的笑容。哇！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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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。但是想要知道这一切的人不是我，是谁？是丁小柔。我答应过他和他的父母，这一辈子都不要告诉你这件事情。但是我怕，我如果现在不说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丁小柔在和你分开之后，再也没有爱上任何一个人。你知道吗？那天我爬进他的家里，他家里全都摆满了你的照片。他说，他想你的时候，就会拿着这些照片发呆，想象你在做什么，和谁在一起，现在过得好不好。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让我这么做的，因为他想要看到你现在的样子。那为什么他不过来找我？因为他怕见你，怕连累你。他让我不要把这所有的一切告诉你，
是因为他怕影响你的生活。你知道他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吗？他就是看着你梦想成真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厨师，哪怕只是午夜悄悄地给你打一个电话，听听你的声音就够了。他不是不想见你，是因为他病得真的很严重。他什么病啊？白血病晚期。哪家医院？东方医院。
我知道你在为小舅的事情烦恼。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钱解决不了的？我们永远都在一起，好吗？永远都不要分开。别人都说你的名字像冬天一样冰冷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你就是我冬天里的那团火，有你我就温暖。你整晚都没吃东西了，喝碗粥吧。吃不下。这可是我亲自煮的，你要是不吃，我给别人了。你敢？我知道你在为小舅和店小柔的事担心，可是你不能不吃东西啊，把自己身体搞垮了，真的就什么忙也帮不上了。我以前总是抱怨我生活中缺少的东西太多，我现在才知道我有多幸福。起码我还活着，身体健康，家产万贯，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？最重要的是，我爱的人就在我的眼前，我伸手就可以触摸得到。我想把小舅的爱情故事拍成电影，我真的被他感动了，但这结局太悲伤了。只要他还有一天的呼吸，我们就会有一天的希望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从我出生到现在，只要是我遇到的困难，他都可以摆平。只要是钱能解决的，这都不是问题。吴总，在地方就在前面。对了，你是怎么照顾小姐的？好端端的怎么会有白血病呢？Amber， Daddy， 宝贝儿，你怎么样啊？没事吧？你看啊，Daddy从美国把最好的医疗团队带回来，你别担心，这个白血病啊，它只是比感冒稍微严重一点点啊，一定会好起来，别害怕啊。Daddy， 其实我只是疲劳过度住院而已，我不让 waiter 告诉你，得白血病的是我的好朋友。什么？我要是不说我得白血病了，你会把全世界最好的医生都给我带过来吗？你知不知道美国的那个生意有多重要？不知道。哎，你知不知道我结束那边的业务，停顿一天我就要赔多少钱？我不想知道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感情用事啊？啊！到底是什么样的狐朋狗友，什么样的交情，要我这样亲自千里迢迢的飞回来？是我男朋友妹妹好朋友的小舅的女友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？爹地，干嘛要有原因才帮人家？我是跟他们有缘分的。好，那我倒要弄清楚，哪个是 Amber 的男朋友，
是你吗，应东？不，是我，吴董。哦，我认得你，你是那个广告导演。对，是我。那哪个是你妹妹？吴叔是我，我是康薇薇。我知道你，你就是把那个广告素材弄丢的导演助理。那哪个是你好朋友啊？啊，是我。还有我俩。好，那到底是你们俩谁的女朋友？不说的。我还没有女朋友。是我的女友，她叫丁小柔。你哪位？我没见过你。他是我弟弟，叫华三毛。回头带着医疗专家跟着我去院长大楼去。小舅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爸爸他只是在对我撒娇，他总是口不对心的，心肠比谁都软。我们搬来上海没多久，小柔知道自己得了白血病，只能去学校办理了退学手续。谁得了这种病，会一直不消沉呢？可这丫头很懂事，她怕我们心里难受，就装得很坚强，天天笑嘻嘻的，还跟我说治疗一点都不痛。她越是这样，我们心里越是很难受。唯一能让他高兴的事儿，就是在住院期间，向医生护士炫耀，他有一个很帅、很能干的男朋友，是当厨师的，会做各种你想得到、想不到的菜。他还说，他的病一养好，你就会来接他回去结婚。每一次经过痛苦的治疗，他就把你的照片贴在墙壁上。这些都是以前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拍的。因为他知道，无论你在哪儿，他都和你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。就是这种信念，支撑着他活下去。前几天，你送朋友到医院来，被他偷偷看见了。这孩子回去，高兴的一晚上都没睡着。小柔一天一天的瘦下去，但是她并没有停止微笑。她总说，她要亲眼看着你成为大厨师。这个傻丫头，其实早在1年前，医生就知道了，她活不过那个冬天。但是因为有你这个信念，她就凭着这毅力熬到了现在。我们能进去看一看？不要太担心。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力了。你要想想，这些住院跟专家的费用，这不是一般的朋友可以出得了这么大的力的。Amber， 不要这样了。吴董他比我还要心疼你。我怕我一会儿情绪会影响到你，Daddy，所以我坐子玉的车回去好了。我能说不成吗？你一会儿送华佑熙跟他妈妈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们自己会打车回去的。好了，都这么晚了，外边也不好打车，我送你们。
我们所有的医疗手段全部都用尽了，但是病人的状况还是没有希望。在分开的时候，想再次将你挡在我身后，把曾经无奈的阻碍都撵走，让那些时光能重新守候。谢谢。再次相遇在是我离他了，的今天。不为你。本想装作陌生人视而不见，可看到你陌生又熟悉的脸，还是鼓起勇气与你微笑寒暄。现在的你还好吗？现在的我站好。还好，你呢？小杰，没事吧？这样好吧？可以试一下收护理，不错。收护理 ，Softly， 和我的名字好像，柔柔的。好啊，我叫他。那你为什么说你名字跟收护理有关？谢谢你。再次相遇在多年后的今天。你想我？本想装作陌生人视而不见，可看到你熟悉又陌生的脸，还是鼓起勇气与你微笑寒暄。现在的你还好吗？现在的他对你好吗？现在的我还好，现在的我还没遇到他。昨日的风景是否会蹉跎？你是不是对所有人都这么好？你是唯一一个。剩下的路，我会勇敢地走完。谢谢你曾给我温暖的相伴。
舍不得你。明知道后再也没有结果，却还希望你好好的生活。这种心情已与爱情无关，它只是见证你我曾共患难。上天让我见到你，昨日的风景是最好的礼物。你让我这辈子有个很美好的回忆，明白吗？谢谢你。谢谢你曾给我温暖的相伴，谢谢你曾给我温暖的相伴。我现在真的希望时光可以倒流，这样小舅就可以永远和小柔在一起了。小舅的心里从来就只有小柔一个人。如果你的感情像小舅一样专一，你会选择守护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是谁？你好吗？不知道上苍会不会给我机会让我再见到你，也不知道会不会让你听到我的声音。上苍很残忍地剥夺了让我爱你的权利，连让我听到你的声音的权利也被剥夺了。但是我总想留给你点什么，起码你会想我的时候，听听我的声音。哎，美宝，哎，梦姐，你以后不用来上班了啊？接替你的服务员到了，喏，给你，去那边，就在那。对。为什么呀？我哪儿做的不对吗？那梦姐，你辞退我之前，你也应该先告诉我一声啊。我还得存下半年的房租呢。你放心，你每个月的薪水啊，我会按时打在你卡上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
因为我不想你下课以后还兼职。你看你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的多累呀！你呀，现在怀着我儿子的孩子，你毕业以后啊，就马上跟佑熙结婚。真结婚啊？当然了，为什么不结婚啊？我跟你说过，让你妈从沈阳来一趟，怎么还不来呢？凤姐，我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。你不也是未婚先生子吗？就是因为这样啊，我让我儿子受了那么多委屈，所以啊，我砸锅卖铁也要给你们建立一个很好的家庭。你要听我的话，懂吗？要听我的话，保重身体，知道吗？啊？对不起，梦姐，能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吗？我先工作去了。还有什么好考虑的？我先好好工作，好好工作。哎，别喝了，你醉了。最好啊，谁可以回到从前，可以看见小柔。你跟他说，不要离开，永远在一起。每天到小柔自行车的事宜了，还有他的那个，我送给他的那个风铃。小柔的声音，小柔在门口，咱们一块儿去找她好吗？走，姐跟你回家，来，咱们回家好吗？姐带你回家，走。
喂，三毛啊，你晚上到酒吧来啊，给姐一个。这些朋友多阳光，他们都不是带着目的来的。来，坐一会儿，聊聊天嘛。先交个朋友呗。对不起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哎，你们先待会儿啊，别走啊！三毛，你看你这态度，让人怎么受得了啊？管我干嘛呢？你连自己都管不好，你爱乾隆也不是跟我一样。拜托你。 让我安静一下。三毛，哎，三毛，华三毛，华三毛，华三毛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啊，去哪儿？回去可以吗？我不想发你脾气，我不想骂你。没关系，你想骂姐就骂嘛。姐从小离家出走，让你负担很多，爸妈一定很恨姐姐。 如果你在这儿可以替爸妈骂我的话，那就骂吧。你不要这样了，回去可以吗？我现在已经很讨厌这一切，包括我自己。就当我没有来过上海，你没有这个弟弟，好吗？三毛，你为了一个女人就伤成这样啊！你要是有什么事情，我怎么向天堂的父母交代？你让我怎么活下去？现在已经很辛苦。 每天行尸走肉一样，完全感觉不到这个世界。我宁可死在那个时候，我不是他，你知道吗？好啊，你就这样对你姐姐，你就这样对你姐，你不知道姐心痛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小荣还在，他看到你这个样子，